欢迎收听2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约书亚记的20章，约书亚记的20章，而我们今天呢要来 RPG 要来祷告的经文跟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关系哦。在申命记的19章9节，在这里这样说：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3座城之外再添3座城。这3座城是什么城啊？再添3座城是为了什么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过去有读过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一直来到今天的约书亚记，这段经文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很陌生哦，因为他在讲设立逃城，设立庇护城。而这段经文呢再次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真的是充满了怜悯。在今天祷告经文说：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3座城之外再添3座城。如果我们的生命相信这位上帝，我们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行，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要有逃城。不仅是上帝让我们居住在他的逃城里面，更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逃城，饶恕别人的无心之过。在那个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年代，上帝设立逃城，给他的子民有一条出路，这对其他民族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。因为你杀了我，我的家人就应该要杀了你；因为你对我做了这样的事，我的家人们就要这样来回报你。然而上帝的心意却不是要我们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而是他自己就成了那个赎价。透过在旧约的逃城，或是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献上，成为那个赎价。我们的罪被一笔勾销，我们的罪恶不再被数算。在旧约的时代这段经文好像一个预表，在这里就说到，不是故意杀人的，可以到逃城去，来逃避那些寻仇的人。他会来到逃城的城门口，就在那个地方，让在逃城的这些长老来去做判断你是不是蓄意杀人。若是蓄意杀人，他当然要以一命还一命，但若是他是无心之过的，这些长老们经过他的解释之后，他们会接纳他住在逃城，直到有一天大祭司死的时候，他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，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。但是在居住逃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如果他离开逃城而被这些寻仇的人找到，被杀害，那这些寻仇的人就不算有罪哦。这是逃城的这些规定，这些律法。然而来到了今天21世纪的台湾2月23号的现场，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无心之过，不只是无心之过了，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心之过，上帝的心意却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，无可救药，或许是觉得自己没救了，或许是觉得某某人没有救了。然而上帝他的心意却是为我们预备救恩。来到了新约的这个时代，上帝的心意不只是在我们的无心之过上拯救我们，
他更是在我们的有心之过上拯救我们。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20章的时候，约旦河东已经有3座逃城，什么缘故约旦河西还要再3座？是不是上帝觉得这些误杀人的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实在太远的，所以就近让他们有一个地方，若他们真的是犯下这无心之过，有地方可去。然而在今天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也透过现今的教会向人来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在台湾教会的密度很高，随时都可以去到一个教会。然而每一个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逃城吗？我们向人说这个耶稣基督赦免人的好消息吗？我们在这当中面对这个恩典，这个重价的恩典，我们是不是有适当的说明，并且我们真实的接纳，而且也真实的建造？我相信不是说这些罪恶被赦免一笔勾销，所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好像自己都忘记了这些事，而是在被赦免、被饶恕、被接纳的过程中，真实的明白上帝是一位恩典不嫌多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位慷慨的上帝，上帝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愿意真实饶恕我们，愿意真实接纳我们的上帝，而不是只是让我们忘记我们所做过的那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，反倒是更思想上帝的恩典，面对我这个有限的罪人，我们更加的感恩，更加的活出他的心意，更加的来努力分享他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不嫌多，那我们当尽的努力和责任会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都已经来到了约书亚得到迦南地，在这里分配土地的时刻。主，你不忘记你对我们的心意，你仍然怜悯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可能还会犯错，但主，你先为我们预备，甚至你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，能够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无罪的人。主啊，向你献上感谢，你也不是要我们好像把这件事情当得很简单随便度过，而是让我们因着知道我们是被主你重价赎回的，我们也要起来数算恩典，向人分享这个重价的恩典，好叫人的生命都来认识你，都来经历你，在你的恩典当中得到真的自由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，也愿你能够向人来分享你所领受的这个重价恩典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